係嘅，天災無情，但係人間有愛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有一眾嘅 TVB 嘅藝員準備咗幾首歌，係送俾四川嘅災民，帶俾佢哋祝福嘅。不相分，地老天荒轉眼因而吻，不必怕落。
我哋今日嘅512嘅關愛行動。我哋講下我哋嘅口號好唔好啊？好！1、2、3，中國加油，四川加油！多謝大家，加油！好，多謝晒，多謝晒家燕姐帶領我哋成班 TVB 嘅同事咧嚇，同大家打氣。